喂喂喂，呢度係文哥聊天室，過嚟傾下偈，吹下水，乜嘢都嚟噏一餐。大家好，歡迎嚟到文哥聊天室。今集嘅話題係香港的士牌價大跌，啲的士牌點解由高峰跌到咁犀利，同埋未來嘅走勢會點樣？今日就嚟同大家詳細講解下呢個問題，睇下究竟係邊啲原因令到的士牌價由天堂跌到地獄。如果喜歡呢條片，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你哋嘅鼓勵係文哥拍片嘅原動力，請大家多多支持。而家就嚟同你講下今集話題。講起的士牌價，好多人覺得呢啲嘢好遙遠，同我哋冇咩關係。但其實的士牌價反映緊香港公共交通嘅一個側面，亦都係投資市場嘅一個指標。睇下依家嘅的士牌價係幾多？根據最新資料，截至2025年4月底，市區的士牌價已經跌到240萬，而新界的士牌價更係跌到165萬。可能好多人唔覺得呢個數字有咩特別，但如果同過往比較，你就會發現呢個跌幅有幾誇張啦。就好似你買咗部700萬蚊嘅屋，10年之後得返240萬，係咪好心痛？都係呢個道理。喺2015年，市區的士牌價曾經升到723萬嘅歷史最高位。不過打從嗰陣開始，牌價就好似坐過山車咁一直向下，唔覺唔覺10年間已經蒸發咗將近500萬。呢個跌幅已經超過60%，計落等於你買埋嘢蝕咗6折，真係夠晒嘔心。如果一個普通打工仔計，可能要做成10年8載都未必儲到嘅錢，就咁蒸發咗。講起嚟呢個跌幅真係唔簡單。不過我哋先回顧一下的士牌價嘅歷史，等大家知道點解啲人覺得的士牌係個咁好嘅投資。根據資料，1964年的士牌招標價得4萬蚊一張咋，到咗1971年升到17萬。喺1984年嘅時候，的士牌大約值20萬，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前已經升到360至370萬。雖然金融風暴之後跌返落去170萬，但係經過10幾年嘅發展，到2015年創出723萬嘅歷史新高，升幅真係驚人。所以好多人都將的士牌視為升值保值嘅工具。仲有人話買的士牌嘅投資回報仲高過買樓添。不過好景不常，2015年之後的士牌價就開始一路下滑。2022年底嘅時候，市區的士牌價仲有441萬，但到咗2024年尾已經跌穿300萬，得返285萬。而家2025年4月底更加跌到240萬。嗱，講明先，我冇叫你依家去買的士牌，因為睇現況，跌勢仲未止住，仲有得跌。咁究竟點解的士牌價會由高處不勝寒變成谷底爬唔返？我諗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網約車服務崛起。2014年 Uber 登陸香港之後，高德打車、滴滴出行、曹操出行等內地網約車平台紛紛進軍香港市場。呢啲網約車點解咁受歡迎？因為好多時候佢哋車比較乾淨，服務態度好，有啲時段價格更加平。一般人搭車梗係去揀個服務好啲又平啲㗎啦，你又唔會理人哋係咪的士牌。再加上網約車預約方便，唔使喺路邊等，大家用得上癮，的士自然會少人搭。講真，我哋香港人都搭過的士，有時都會遇到啲問題，比如話有啲的士司機會揀客，唔去特定地方，甚至態度差，車廂又唔乾淨。冇特定嘅監管之下，個別害群之馬嘅行為就會影響成個行業嘅聲譽。你都知啦，有啲地方搭的士要附加費，有啲司機會繞路，有啲會直接話唔去，真係搞到乘客好頭痛。第二個令的士牌跌價嘅原因係行業人手短缺。依家社會發展，做的士司機已經唔係咁多人想做嘅工作，行業老化，新血唔夠，的士冇人揸，就算你有的士牌，都揾唔到人開車，點賺錢啊？有錢都無謂買嚟做花樽啫。仲有一個原因係政府對白牌車嘅規管政策未明。香港法例規定，未領有的士牌照嘅私家車唔可以接載客人收費，呢啲就係俗稱嘅白牌車。不過隨住網約車平台嘅普及，好多私家車都透過平台接客收費。的士業界覺得呢啲係非法經營，侵蝕咗佢哋嘅生意，所以一直要求政府嚴厲打擊。但係一直以嚟，政府對白牌車嘅取締政策都唔夠明確，令的士業界好憂慮，覺得如果白牌車一直存在，的士牌就會繼續貶值。講下最近嘅事，2025年2月，高德打車被指喺香港引入私家車車隊，即係所謂嘅白牌車。呢個消息一出，的士業界嬲到臭飛，仲揚言要罷駛，以示抗議。你諗下，如果白牌車最終轉化為合法經營，香港的士牌價肯定仲會繼續落多幾層。
呢啲憂慮自然會令投資者對的士牌卻步，從而進一步打擊牌價。第四，市場結構同整體經濟環境變咗，香港嘅經濟結構一直都喺變，加上疫情嘅影響，的士使用需求減少咗，尤其是遊客同埋商務客。以前呢啲用家多，的士需求大，的士牌自然有價有市。但疫情期間客量大跌，經濟環境轉變，呢類需求大幅減少，唔單止遊客少咗，連本地人都減少搭的士嘅次數。當然，仲有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科技發展帶嚟嘅衝擊。2024年12月，百度旗下嘅無人駕駛的士羅伯快跑已經喺香港機場一帶嘅特定路段進行首階段嘅測試。你諗下，如果將來無人駕駛的士大規模投入市場，的士司機呢份工就會面臨被取代嘅危機。到時候持有的士牌嘅價值會點樣？想都唔使諗，一定會進一步下跌。人工智能、自動駕駛呢啲新科技嘅發展，對傳統的士行業嘅衝擊係好大嘅。講返現實少少，根據資料喺2025年1月，光係10大的士車行就持有1000至到1500個的士牌照。如果我哋假設近年牌價下跌咗200萬元，咁呢啲車行嘅身家就縮水至少20億元。所以到底牌價跌得有幾深，影響幾多人，真係唔簡單。好啦，講完點解的士牌價會下跌，我哋嚟睇下香港嘅的士制度同埋行業嘅結構。你知唔知香港依家有幾多架的士？香港的士一共分3類，總共有18163個牌照，當中包括15250輛市區的士，紅色838輛新界的士，綠色同埋75輛大嶼山的士，藍色。市區的士可以喺港島、九龍同新界經營，新界的士就只可以喺新界揸，而大嶼山的士就淨係喺大嶼山經營。3類的士都可以喺機場接客。而家仲有個問題係的士司機唔夠。喺以前做的士司機可能係一個收入唔錯嘅職業，特別係喺經濟好嘅時候，每日收入幾百上千唔成問題。不過而家啲後生唔係好肯入行，一嚟因為要考試，二嚟呢個工作始終比較辛苦，你要長時間坐喺車度，甚至冇固定飯食時間，夜晚瞓得夠唔夠都係問題。加上現代人有好多職業選擇，又有好多電子平台嘅工作，好多人唔會揀去做的士司機。講完現況，我哋嚟做啲合理嘅預測，講講未來的士牌價嘅走勢會點樣。有評論認為的士牌價可能會喺5年內跌到100萬。點解？因為依家嘅趨勢係香港慢慢會開放網約車服務。咁你又會問，點解政府唔維護的士業界嘅利益？問題係政府要平衡唔同持份者嘅利益，包括乘客同埋投資者。如果乘客普遍認為網約車更加方便、更加乾淨、服務更加好，政府都唔可以無視呢個市場需求。而家呢，唔少地方都已經規管咗網約車，規定佢哋要喺合法嘅範圍內運作。特區政府都表示，佢哋嘅立場係改善的士服務，規管網約車，打擊非法白牌車經營。其實呢個立場係想兩邊都有得做，但問題係市場有幾大。如果將嚟網約車合法化，的士喺個市場嘅佔有率一定會進一步下降，的士牌價都會繼續受壓。自己估計的士牌價未必會喺短期內跌穿100萬，但無可否認，跌穿200萬真係話咁快會發生嘅事。除非政府推出大力度嘅政策扶持的士行業，例如更嚴厲打擊白牌車，又或者幫助的士改善服務質素，咁的士牌價或者可以企穩啲。其實的士行業都唔係完全冇搞過嘢，政府喺2024年7月中批准的士加價，市區的士嘅起表價由原本 HK27 加到 HK29， 仲有政府喺7月尾發出咗5個的士車隊牌照，希望透過車隊制嚟提升的士服務質素同形象。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喺2024年9月22號都正式生效。如果的士司機作出濫收車資、拒載又或者兜路嘅行為，就會被記分，2年內被記滿15分就會被停牌。而家政府仲提出建議立法修例，強制所有的士安裝攝錄系統同提供電子支付服務，預計喺2026年內完成。呢啲都係希望改善的士服務嘅措施。有立法會議員又建議學澳門的士安裝 CCTV 系統，監控服務過程，避免出現擾路等不良行為。不過要的士牌價返到高峰，我諗難度好大。點解？因為投資者對的士牌價嘅信心已經被嚴重打擊咗，同埋大趨勢大方向係網約車同埋科技發展，而唔係再返去舊有嘅的士經營模式。其實我哋應該要用發展嘅眼光嚟睇呢個問題。
的士同網約車唔係你死我活嘅對手，而係應該互為補充嘅出行方式。的士有佢嘅優勢，例如可以街邊截車，而網約車就要事先預約。如果的士業界能夠提升服務質素，採用科技嚟改善營運效率，甚至將的士服務電子化，或者可以同網約車喺市場上共存。講完咁多，大家可能會諗，同我有咩關係？如果你唔係的士牌投資者，或者你家人冇做的士司機，咁其實的士牌價嘅跌勢對你嘅直接影響可能唔大。但唔好睇小呢個現象背後反映出嚟嘅問題。第一，科技發展帶嚟嘅轉變，任何行業都可能受到顛覆性嘅衝擊。第二，投資需要謹慎，以前一向升值嘅嘢，唔代表將來都會升值。呢啲都係值得我哋思考嘅問題。如果你而家想入行做投資的士牌，我建議你諗清楚先，因為根據好多分析，的士牌仲有跌嘅空間。你入得太早，可能隨時就要蝕錢。已經持有的士牌嘅投資者，可能要有心理準備，的士牌價仲會跌。至於想做的士司機嘅人，長遠嚟講，可能要考慮轉型，裝備自己，以應對科技轉變帶嚟嘅衝擊。呢個故事帶俾我哋嘅啟示係，任何既有嘅商業模式都可能受到新嘅商業模式挑戰。的士牌價嘅大跌，某程度上係反映咗傳統行業必須與時並進，否則就會被淘汰。而對於投資者嚟講，過往嘅表現並不能保證將來嘅回報。相信我，呢句唔係講笑，而係血淋淋嘅教訓。好啦，又到咗片尾。如果鍾意今集內容，記住按 like 支持下，順手分享出去。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下次再同大家吹水，拜拜。